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，这个礼拜日要到新北市三重埔来办活动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伊的行程排真满，未来参加。到底为什么侯友宜甲韩国瑜会来拆破面呢？讲有两大原因。第一，韩国瑜爱侯友宜作为新北市竞选总部的主委，但是事先拢无甲讲，直接就来宣布。第二，韩国瑜要重新来启动伫新北市的第4核联发电厂的这个证件，事先嘛拢无甲侯友宜来参详，真无讲尊重，嘛无怪人会袂欢喜。市政会议时间拢超过半点钟啊！新北市长侯友宜要伫讲，无用市政，无用甲高雄市长韩国瑜车牌伫三重埔办活动，伊嘛以市政为理由。那9月8号，我那一天给他看一下，大概从早上8、9点一直跑到晚上，大概要11、6点吧。有够无用，听讲，甲韩国瑜两人友谊嘛发生变化。伫韩国瑜爱接新北竞选总部主委，或是重新启动，拢无事先报备，连即摆伫新北办活动。党部已经有告诉我就够了啦。韩国瑜那边有没有过联络，那已经不重要。市长每天都在拼选举，那到底是你在当市长，还是在当工作的角色上，就会很容易被人家误解。韩国瑜人气愈来愈低，这样造势侯友宜阁无想要甲斗相共，恐惊影响到新北市立委的选举。国民党新北市东部主委李乾龙赶紧出面解说。他说：“是主委，你放心。”他一定是最支持韩国瑜的。说8号要办，他是吓一跳，说：“他日本。”两个前后爸母官同时缺席，嘛互韩国瑜三重埔的造势，恐惊还未成就团结的气氛，就成分裂了。